你可能好難想象，全球其中一座最龐大嘅工廠，唔係用嚟製造汽車，亦唔係生產飛機，而係專門製造冷氣機。此刻，美國德州休斯頓郊外嘅氣溫正一路逼近38度。喺呢片被烈日曬到發白嘅平原上，伏住一頭令人難以想象嘅鋼鐵巨獸。佢冇煙囪，亦聽唔到高爐嘅轟鳴聲，安靜得就似一座巨型貨倉。但係佢嘅佔地面積接近40萬平方米，相當於將70個標準足球場拼埋一齊。呢度係全球最大嘅平牆結構建築，亦係全美國排名第3、全球排名第5嘅超級工廠。排喺佢前面嘅就只有特斯拉同波音嘅巨型廠房。然而呢頭巨獸既唔做車，亦唔做飛機，佢每日源源不絕生產出嚟嘅，竟然係掛喺你屋企牆上，表面睇落平平無奇嘅冷氣機。更加令人意外嘅係，興建呢座工廠嘅竟然係一間日本公司啊！一間嚟自日本嘅企業遠赴美國德州興建一座全球第5大嘅工廠，專門為美國人製造冷氣機。而成個大金集團每年嘅銷售額高達4萬億日元，當中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冷氣機呢一門生意。問題亦隨之而嚟，將房間入邊嘅熱量搬到室外，呢件聽落似乎毫無技術含量嘅小事，憑乜嘢可以支撐起一門規模如此龐大嘅生意？呢間名叫大金嘅公司，又憑咩可以壓過眾多對手，登上全球冷氣市場第一位？我哋先解決第一個，亦係最反直覺嘅一個問題：空調究竟係點樣令到一間房變得涼快？大部分人第一時間都會以為空調就好似熱水器製造熱水一樣，係負責製造冷氣。但呢個理解其實係錯嘅，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冷呢種物質。所謂嘅冷，其實只係熱量比較少嘅一種狀態。所以空調真正做緊嘅事，並唔係製造冷，而係搬運熱量。佢會將房間入邊嘅熱量一點一點抽走，再排到屋外。當房間入邊嘅熱量減少，我哋自然就會感覺到涼快。但係問題係，熱量點解會咁聽話，願意由較涼嘅房間流向溫度更高嘅室外？從物理角度嚟講，呢件事其實同自然流動方向完全相反。熱量天生只會由高溫地方流向低溫地方，就好似水只會由高處流向低處一樣。如果想令熱量反方向流動，就必須加入一部泵，強行將熱量抽送到另一邊。而空調本質上就係一部專門搬運熱量嘅泵。完成呢個反向操作嘅關鍵，就係一種喺管道入邊不斷循環流動嘅物質，叫做冷媒。冷媒有一個非常特別嘅特性，佢嘅沸點非常低，只需要吸收少量熱量就可以沸騰變成氣體，而經過壓縮之後，又可以重新變回液體。空調所有運作原理，其實就藏喺冷媒喺液體同氣體之間不斷轉換嘅過程之中。其實你屋企嘅雪櫃用嘅，亦都係完全一樣嘅原理。雪櫃所做嘅事就係將箱內嘅熱量搬運到後方嘅散熱片上，所以我哋摸到雪櫃背後通常都會感覺到溫暖。而空調只不過係將呢套原理放大，將原本只需要處理一個倉子嘅熱量搬運，變成搬運成個房間嘅熱量。當你理解呢一點之後，直接落嚟空調內部所有運作方式就會變得更加容易明白。接落嚟，我哋就跟住冷媒喺冷氣機入邊行完整個循環，睇完呢一轉，你就會完全明白，一部掛牆分體式冷氣機可以分成2部分，一部分掛喺屋入邊叫做室內機，另一部分裝喺窗外叫做室外機。兩者之間由銅管連接，冷媒就喺呢個封閉循環系統入邊日以繼夜不斷流動。冷媒首先會以低溫低壓嘅液體狀態進入室內機入邊嗰排銅管，呢排管道叫做蒸發器。房間入邊溫度較高嘅空氣被風扇抽入室內機，再吹過蒸發器。當熱空氣接觸到冰冷嘅冷媒，當中嘅熱量就會迅速被冷媒吸收。冷媒吸收足夠熱量之後，隨即沸騰，由液體變成氣體。風扇再將已經降溫嘅空氣吹返入房，你感受到嗰陣涼風就係咁樣產生。吸收咗大量熱量嘅氣態冷媒之後，會被抽送到室外機，而室外機入面就裝有成部冷氣機嘅心臟，亦係最昂貴嘅零件——壓縮機。壓縮機嘅工作簡單而直接，就係用力壓縮呢團氣體，令佢變成高溫高壓狀態。你可能會問，我哋唔係要將熱量散走咩？點解反而要將冷媒壓到更加熱？原因係只有當冷媒嘅溫度高過室外嗰啲高達38度嘅空氣，
熱量先可以由冷媒流向室外。呢個環節亦隱藏住大金其中一項王牌技術。早期嘅冷氣機壓縮機只有兩種運作狀態，要不全速開動，要不完全停止，就好似一個只有開同關兩個選擇嘅電燈掣。當房間降到設定溫度，壓縮機就會停止，溫度一升高，佢又會突然全速運轉，結果房間忽冷忽熱，而且非常耗電。到咗20世紀80年代，大金率先將變頻技術應用喺家用冷氣機上。所謂變頻，簡單嚟講，就好似為壓縮機加裝咗一個油門，令佢可以好似揸車一樣，按照房間嘅實際溫度平順調節運轉速度。當室溫接近設定溫度，壓縮機就會放慢轉速，以較低功率慢慢維持溫度。咁樣唔單止更加舒適，亦可以節省電力。今日市面上每一部變頻冷氣機，技術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呢度。接住呢團經過壓縮變得高溫高壓嘅冷媒，會進入室外機入邊另一排銅管，呢排管道叫做冷凝器。室外機嘅大型風扇會不斷吹風，將冷媒本身嘅熱量連同啱啱由房間搬出嚟嗰部分熱量一併排放到室外空氣之中。當你行過一部正喺運作嘅室外機，感受到迎面而來嗰股熱風，其實就係你房間入邊嘅熱量正喺度被排放出去。當熱量全部釋放之後，冷媒就會重新變成帶有餘溫嘅高壓液體。最後佢會經過一個叫做膨脹閥嘅細小裝置，當壓力突然降低，冷媒會瞬間再次變成低溫低壓嘅冰冷液體，然後返回室內機，展開下一輪熱量搬運、吸熱、壓縮、放熱、減壓，就係呢4個步驟不斷重複，無限循環。你會發現當中嘅原理確實唔算複雜，不過真正嘅難度全部都隱藏喺製造過程嘅細節之中。咁樣一部冷氣機究竟係點樣製造出嚟？我哋而家就走入工廠睇清楚。一部冷氣機嘅誕生竟然係由塑膠開始。高壓注塑機會將融化咗嘅塑膠注入精密模具入邊，製造成外殼、進風格柵。仲有一件相當有意思嘅零件，叫做灌流風扇。佢就係室內機入邊嗰條長長嘅旋轉圓柱，負責將空氣源源不絕咁吹入房間。呢啲塑膠零件唔單止係為咗外觀好睇，每一道弧線、每一塊扇葉嘅角度都經過精密計算，直接影響風量、噪音同運作效率。真正嘅核心就係由2排銅管組成嘅部件——熱交換器。工人首先將筆直嘅銅管屈成一個個 U 型髮夾狀，再將呢啲銅管逐條插入一層又一層密密麻麻嘅鋁片之中。點解要加入咁多鋁片？因為呢啲鋁片就好似密集排列嘅散熱鰭片，可以大幅增加冷媒同空氣接觸嘅面積。接觸面積越大，熱量交換速度就越快，冷氣機亦會更涼更慳電。所有銅管插好之後，整個結構仲要再屈曲一次，令空氣流動嘅路徑更加暢順。不過去到呢度就出現一個極為關鍵嘅工序，銅管同銅管之間嘅連接全部依靠焊接完成。呢項工作必須由經驗豐富嘅技師親手處理，因為任何一個焊點只要出現一個針孔般細小嘅缺口，冷媒就會慢慢洩漏，直至完全流失。冷媒一旦漏走，冷氣機就會徹底停止運作。而且冷媒本身亦係一種溫室氣體，所以焊接完成之後，工廠會向管道注入高壓氣體，專門檢查有冇洩漏。工程師會好似尋找寶物一樣，逐寸逐寸仔細排查。只有確認整套管道完全密封，滴漏不出，先會將珍貴嘅冷媒封入系統。工廠對呢一道檢漏程序近乎執着，因為一部漏氣嘅冷氣機一旦流入市場，換翻嚟嘅就會係大批退貨同保養維修，而呢啲全部都係實實在在嘅金錢損失。至於冷氣機入邊最昂貴嘅心臟壓縮機，出廠時就好似一 K 完全密封嘅鐵塊，但係內部零件嘅精密程度係以微米計算，一旦封好之後就永遠唔可以再打開。壓縮機同管道之間每一個接駁位置都要用銀焊徹底焊死，再利用氦氣反覆檢查。因為就算只係洩漏極少量冷媒，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冷媒最終都會全部流失。去到組裝環節，同樣唔容許有任何馬虎。塑膠風扇唔會使用膠水，亦唔會用螺絲固定，而係採用超聲波焊接，利用高頻聲波產生嘅震動，將零件溶接成一體，既乾淨又牢固。焊接完成之後，風扇仲要高速旋轉，
接受動平衡測試，連極細微嘅偏差都唔可以出現，否則當你半夜開冷氣嗰陣，就可能會聽到持續不斷嘅嗡嗡雜聲。室內機會裝上電路板同各種感應器，室外機嘅金屬外殼就要經過沖壓同噴漆，再裝上一把大型螺旋槳式風扇。每一部機器出廠之前，都必須接通高壓電進行安全測試，之後再正式開機運行一次，確認佢真係能夠吹出冷風，先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亦就係包裝同付運。由一粒塑膠原料變成一部可以精準搬運熱量嘅機器，中間要經過幾十道環環相扣嘅工序，而放眼全球，幾乎冇其他企業可以將呢條生產線掌握得比大金更加純熟。咁就要講到大金呢門生意真正強大嘅地方究竟喺邊？我哋先問一個問題：喺冷氣機呢個行業入邊，最關鍵嘅技術門檻究竟喺邊度？肯定唔係嗰個塑膠外殼，因為呢樣嘢幾乎任何廠商都做得到㗎。真正嘅門檻其實藏喺3個地方：壓縮機、控制電路，仲有最核心嘅冷媒。而大金最令人驚訝嘅地方，就係佢係全球唯一一間能夠將呢3樣核心技術全部自行研發、自行生產嘅冷氣機公司。其他冷氣機廠商壓縮機可能要向外採購，冷媒就必須向大型化工企業購買。只有大金由製造機器嘅金屬工廠到生產冷媒嘅化工廠，全部都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上。呢種能力代表咩？代表其他廠商要湊齊一部高效能冷氣機所需嘅核心零件，就要同幾間供應商逐一洽談、反覆協調，仲要分攤利潤。但係大金只需要關起門，就可以將成部機器、壓縮機同冷媒當成一個完整系統一齊優化。呢種由頭到尾都掌握喺自己手上嘅能力，先係大金真正嘅競爭壁壘。呢一切背後其實藏住一段好多人都唔知道嘅歷史。大金呢個名字本身就包含住佢最早期從事嘅業務。佢嘅日文原名直接翻譯就係大阪金屬，大字取自大阪，金字就取自金屬。大金喺1924年於大阪成立嗰陣，根本唔係製造冷氣機，而係一間為飛機生產散熱器嘅金屬加工廠。到咗1935年，大金更加成為全日本第一間能夠自行製造氟化物冷媒嘅公司。正正係呢種金屬加工加化工技術嘅雙重基礎，令大金一路發展成一間既熟悉機械亦精通化學嘅企業。而具備呢種雙重能力嘅公司，放眼全球，只有大金一間。呢份深厚基礎去到冷媒技術上，就更加變成大金手上一張重要王牌。早年全球冷氣機普遍使用一種叫做 R410A 嘅冷媒，但問題係 R410A 所造成嘅溫室效應非常強。大金於是壓住另一種新型冷媒，叫做 R32。R32 嘅全球暖化潛勢值只有 R410A 嘅1/3，而且更加慳電，回收處理亦更方便。接落嚟先係真正高明嘅部署。大金手上掌握住幾百項同 R32 有關嘅專利，佢原本大可以將呢啲技術牢牢封鎖，單靠收取專利授權費已經可以賺取可觀收入。但係大金偏偏反其道而行，分別喺2011年同2015年分2個階段，將相關專利免費開放俾全球所有競爭對手。任何廠商想使用都唔需要簽合約，亦唔需要事先通知，直接就可以採用。呢一步棋，當時好多人都睇唔明，將自己最重要嘅專利免費送俾競爭對手，唔係等於幫助對方咩？但大金計算嘅其實係另一盤規模更大嘅生意。佢真正想要嘅根本唔係嗰一筆專利費，而係要令 R32成為成個冷氣行業嘅通用標準。當全球冷氣機製造商都開始採用由大金推動嘅技術路線，大金自然就成為制定行業規則嘅一方。直到今日，全球採用 R32冷媒嘅冷氣機累計銷量已經超過1億4千萬部，遍佈大約100個國家。技術規則由大金制定，同時亦成功降低咗自己面對嘅最大環保風險。呢一盤棋，大金贏得幾乎不着痕跡。技術問題解決之後，我哋再睇下大金係點樣一步一步攻入全球最龐大、利潤亦最可觀嘅空調市場——美國。美國既係空調嘅誕生地，亦係全球最大嘅空調市場。早喺1902年，一位名叫威尼斯開利嘅美國工程師，為咗替一間印刷廠解決濕度問題，製造出全球第一部現代空調。由嗰一刻開始，
人類先真正有能力控制又焗又熱嘅空氣。亦正因為咁，美國人對空調嘅依賴早已深入日常生活每一個角落。有意思嘅係，長期佔據美國市場領先位置嘅品牌開利，個名正正就係嚟自呢位被譽為空調之父嘅威利斯開利本人。不過，美國市場有一個非常鮮明嘅特點，同亞洲市場截然不同。我哋平時習慣使用嘅係掛喺牆上嘅分體式冷氣機，但美國住宅普遍採用嘅就係隱藏喺天花板入邊，再透過一條條風管將冷氣送到每一個房間嘅中央空調，亦即係所謂嘅管道式系統。大金雖然喺分體式冷氣機同變頻技術方面已經係業界頂尖，但面對美國呢套管道式系統，長期以嚟始終都只係一個外來者。當地市場一直牢牢掌握喺開利等本土老牌企業手上，正面硬闖根本難以打入。加上美國市場嘅經銷商同安裝技師極為分散，單靠大金自己逐間接洽，就算花上幾十年，亦未必能夠建立起完整嘅銷售網絡。於是大金作出咗一個重大決定。2012年，佢斥資37億美元，直接收購位於美國休斯頓名叫 Goodman 嘅空調公司。Goodman 喺美國市場有咩地位？佢本身就係靠管道式空調系統起家，主攻中低價位，以銷量為主嘅市場，手上掌握住大約900間經銷商組成嘅渠道網絡，仲擁有 Amana 呢個喺美國幾乎家喻戶曉嘅品牌。換句話講，大金並冇選擇花幾十年時間由零開始逐步開拓市場，而係直接出資將一整套已經成熟嘅銷售渠道、生產工廠同品牌一次過收歸旗下。呢種收購就等於大金花錢買咗一張可以直接通往美國千家萬戶嘅入場券。收購 Goodman 之後第2年，大金就一舉超越開利，登上全球空調市場第1位。而喺收購之前，美洲市場只佔大金整體營業收入嘅10%。時至今日，美洲已經成為大金全球最大嘅單一市場，每年貢獻超過13000億日元銷售額。一間日本企業憑住一次精準嘅收購，將原本難以攻入嘅美國市場，由一塊啃唔入嘅硬骨頭，硬生生變成自己全球最大嘅收入來源。銷售渠道打通之後，仲剩低最後一步，將工廠搬到客戶所在市場附近。呢座工廠就係我哋開頭提過嗰座德州大型工業園——大金德州科技園。科技園喺2015年動工，2017年落成，總投資超過5億美元。大金將原本分散喺德州同田納西州嘅幾間工廠，全部整合到同一個屋頂之下。接近40萬平方米嘅廠房，一半用嚟生產，另一半就用作倉儲同物流。包裝完成嘅冷氣機一箱一箱整齊堆放，幾乎一直堆到天花板。點解大金一定要將工廠建到咁大，仲要設喺美國本土？答案只有8個字：本地生產，本地消費。冷氣機體積大，重量高，跨洋運輸嘅成本可以相當高。將工廠直接設喺主要市場附近，產品生產完成之後就可以就近銷售。物流成本同國際貿易成本出現變化所帶嚟嘅影響，亦可以一併減低。科技園入邊甚至設有一座超過18000平方米嘅實驗室，當中有54個測試間，可以模擬由零下40度嘅低溫環境到接近猛烈日曬嘅高溫環境，專門對冷氣機進行各種嚴苛環境測試。單係呢座廠房嘅外牆就用咗370塊巨型混凝土牆板，一塊接一塊拼合而成，總長度超過2英里。呢座工廠究竟有幾龐大？就連為佢供應摩打嘅中國廠商，亦直接喺距離工廠1英里之外，另外興建一座廠房，目的就係方便就近供貨。一座冷氣機工廠就咁喺德州一片空曠土地之上，逐步帶動出一整條完整產業鏈。呢座工廠每年為休斯頓地區帶嚟嘅經濟效益接近40億美元。呢座大型冷氣機製造基地就係咁成為美國德州經濟版圖上一個相當重要嘅工業項目。去到呢度，我哋就可以將成條脈絡完整串聯起嚟。一部掛喺牆上，表面睇落平平無奇嘅冷氣機，真正嘅秘密從來都唔係嗰個塑膠外殼，而係搬運熱量。呢4個字背後由化學、機械同精密製造互相配合，緊密扣連而成嘅整套系統。而大金呢間公司亦證明咗一件事：喺呢個行業入邊，
真正決定企業競爭力嘅，唔係邊一間公司嘅外殼設計得更加好睇，而係邊個掌握住最底層、最核心嘅技術。大金將冷媒、壓縮機同控制電路全部掌握喺自己手上，再透過免費開放專利協助建立成個行業嘅技術標準，之後又憑一次價值37億美元嘅收購，進一步進入美國市場，最後再靠一座全球第5大嘅工廠，將根基牢牢建立喺全球最大嘅市場。呢個故事講嘅並唔係單靠某一項技術取得成果，而係點樣憑住一整套系統建立長遠優勢。不過呢個故事同時亦有另一面，冷氣機令全人類第一次真正有能力應對炎熱天氣，佢令熱帶地區可以發展工業，亦令長者喺一波接一波嘅熱浪之中有更大機會安全度過。毫無疑問，冷氣機係現代文明其中一項極為重要嘅發明。喺新加坡嘅發展歷程入邊，冷氣機亦經常被視為20世紀其中一項影響深遠嘅發明。正正因為有冷氣，熱帶地區嘅人先可以喺日間保持清醒同高效率，從而支撐起一整座現代化城市。而美國氣候炎熱又潮濕嘅南部，陽光地帶亦係喺冷氣機普及之後，先真正迎來人口同產業嘅大規模增長。但係與此同時，今日全球大約10%嘅電力都用咗嚟推動冷氣機同各種製冷設備。而根據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50年，全球用於製冷嘅能源需求將會增加至2015年嘅3倍。但真正值得留意嘅，仲唔止係冷氣機消耗嘅電力。我哋之前反覆提過嘅冷媒，一旦洩漏到空氣之中，本身就可能產生非常明顯嘅溫室效應。有部分舊一代冷媒造成嘅溫室效應，更加係同等重量二氧化碳嘅上千倍。亦正因為咁，大金當年積極推廣溫室效應較低嘅 R32冷媒，背後嗰套精密計算，其實仲包含住另一層更加長遠嘅意義。而呢度就出現咗一個值得深入思考嘅矛盾。我哋為房間降溫嘅方法，就係將室內嘅熱量搬到室外，但係冷氣開得越多，運轉得越強，消耗嘅電力就越多，相關能源使用、熱量排放同溫室氣體排放亦可能隨之增加。結果就有機會令到全球氣溫進一步上升，而地球越熱，我哋就越依賴冷氣。呢部原本幫助人類應對酷熱嘅機器，某程度上亦可能間接令佢原本要處理嘅高溫問題變得更加明顯。所以講到呢一度，我特別想聽下你嘅睇法。你認為冷氣機究竟係人類應對高溫嘅重要工具，定係一種可能令我哋越嚟越難擺脫嘅能源依賴？我哋又有冇可能製造出一種能源效率更高、對環境負擔更低嘅製冷方式？